喺近代，香港人覺得香檳大廈龍蛇混雜，不過喺日本人眼中，呢度係充滿神秘色彩嘅瑰寶。而喺一啲團體眼中，呢一度亦都充滿回憶。以往有唔少日本遊客都會慕名嚟到香檳大廈，佢哋會先喺大廈樓下聚集，先飲酒吹水，然後一齊浩浩蕩蕩咁上樓，高談闊論，冇咩尷尬。佢哋會鬼馬咁偷聽老友尋花問柳嘅情況，不過對於佢哋嚟講，最吸引嘅唔係鳳姐，而係大廈入面燈光慘紅慘綠，走廊四通八達交織出嘅神秘色彩。對於呢班日本遊客嚟講，開心興奮未必係因為嫖妓，而係嗰種恍如置身嘉年華，或者係猶如打機一樣嘅世界。其實香檳大廈除咗吸引嫖客同埋日本人，仲吸引到志願機構關懷愛滋嘅成員。因為其實佢都有好多男人會上去嗰度揾姐仔嘅，同埋都幾近我哋中心本身，即係講緊喺個地點上面嚟講，咁所以都會選擇做香檳大廈咯。因為我哋喺上面着住外戰衫啦，咁一式一樣啦，好易型嘅。咁去拍安全套啊，咁嗰啲嘢嘅時候，其實如果同翻佢哋講翻，通常都唔會話有啲咩特別事，都會有啲甚至都會覺得我哋啲工作都幾好啊，幾有意義咁樣咯。佢哋喺呢度其實都做過唔少別開生面嘅攤位，宣揚預防愛滋嘅訊息。咁香檳係好嘅，因為即係有好多我哋工作嘅回憶喺上面啦。咁